聽講以後出門都咪使帶充電寶、充電器了，攞起球嘢搞一幾搞就可以俾手機充電，仲可以點燈，真係有咁神奇！等陣我買回來嘛，等我仲捏爆你鏈接，來我哋先睇視頻。假如你包里隨身帶着一塊手搖發電機，你就不會擔心手機沒電，不用擔心充電寶沒電，也不會擔心晚上回家路太黑，更不用擔心天氣太熱會中暑。只要你的體能足夠充沛，一機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視頻同款手搖發電機我就買回來咯，花錢過輕，我嚟齊，免費紅心，幫我點藥，背隻嘢使咗我29蚊夠。而家我哋拆開睇睇。乜嘢都未有㗎嗱，商人廠家連張說明書都未有哦，妥妥個冷門產品，搞搞呢？咦？呢盞燈仔真係亮得喎，難道真係可以發電啊？我哋攞手機過嚟試試啦。嗱，你睇下而家係15%個電，嗱放啲，搞㗎啦。冇見顯示充電呢？嗱，你睇，我仲係咁樣放。而家我教嘅，搞咁快冇見顯示充電啊！喐都唔喐，根本冇充得電嗰隻嘢。嗰隻手搖充電器呢，我就測落效果呢，你哋都睇到啦，根本都冇充得落電，搞幾米都冇得嗱，根本手機都冇亮啦，乜嘅顯示充電，妥妥嘅智商稅，你浪費我又挨咗一嘴，下一期你哋仲想睇我測咩？打評論區，我喐啊！